好啦，各位，咁樣咧就真係好耐都冇試過錄音啊，咁錄影啊，應該話，咁所以咧就今日咧就都盡量同大家講幾句近況啦。咁我自己咧就而家咧就讀緊書，咁咧就差唔多畢業啦。咁個禮拜五咧就係最後一課。咁但係因為之前病咗入咗醫院咧，所以考試咧都要考到差唔多8月中咁樣啦，咁所以呢段時間咧都比較辛苦嘅，咁先感謝大家對我嘅關心同埋照顧，咁亦都多謝各位上次都有 like 我張相嘅，雖然張相咧就我問 AI，咁佢竟然話我有雀斑，當然第一件事我梗係要向我媽咪咁啊追討啦，係嘛？點解？佢會生我出嚟有雀斑咧，咁啊原來咁樣有雀斑都好正常嘅，咁所以大家都好關心，所以咧就唔會嬲我媽嘅，咁所以我從來都覺得我媽咪即係其實都對我好好嘅，咁所以少少事都唔會有啲咩仇怨，咁但係而家要面對一個問題咧，就係我成日都喺度諗嘅，其實讀法律。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一啲問題嘅咧？好多時候法律咧解決唔到一啲即係實質上嘅問題，因為個政治係會影響個法律嘅。所以見到林定國出嚟講話，佢食得、瞓得、行得、走得，咁就用陶傑所講呢啲，唔係就係叫做後康期嘅人咯，係嘛？但係你林定國。你作為 senior counsel，其實你都冇理由講話啲咁白痴嘅說話啦。不過今日就唔係想講呢啲，想講阿川普同埋呢一個內塔尼亞胡，即係同埋伊朗啊，即係哈梅內伊啊，即係究竟發生乜嘢事咧？加拿大好慶幸啦，有機會喺 Calgary 開咗一個 G7嘅會議，但係開咗一陣啦，急急走咗咯噃。呢一個啊特朗普係嘛？咁佢走咗咯喎，咁原來就翻去戰報辦公室啦。咁咧就睇下發生咩事。其實你而家見到咧，就兩個國家，伊朗同埋以色列咧就喺度大戰當中。好多人問，其實點解信仰對你哋起唔到作用嘅咩？點解要即係攻打人啊，或者人哋攻打你啊？其實全部都出於宗教問題。首先咧，我想講，大家好多時候好大嘅誤解、誤會，誤會係乜嘢咧？就係首先基督宗教當中咧，就主要分天主教啦、基督教、新教同埋東正教。咁咧就東正教亦都好多分支，咁呢啲都屬於基督宗派。咁問到咁猶太教即係唔信耶穌係彌賽亞嘅人，係咪基督宗教咧？我其實又係喎，咁啲人就唔會話猶太教異教嘅喎，咁又認為以色列咧其實係復國過，咁我都贊成嘅。不過即係復國之後，我係咪要咁樣攞地方，係有個質疑。咁我問到伊斯蘭。其實就唔好稱之為回教，伊斯蘭佢哋冇個教字，因為佢哋唔係一個信咗個教，即係等於信天主。其實你唔可以話佢信天主教，佢信天主。我哋唔會話我哋信基督新教噶嘛，我哋信基督啫嘛。好啦，咁我想講，咁由伊斯蘭，咁我琴晚就有機會就同一個家務助理啦傾緊，即係佢係巴基斯坦人，大家傾下信仰問題喎。其實我一早已經即係有機會睇過一次《可蘭經》啦。其實好多時候佢都有講
耶穌，佢認為耶穌係默爾言，即係瑪利亞啦，同精女所生嘅。不過呢個係個神蹟，呢個並不是神嘅兒子。佢哋認為咧，誒、耶穌有喺地上高做咗好多神蹟啦，就有啲泥咁樣吹一吹，俾雀仔咁樣啦。咁又認為呢一個耶穌俾人冇釘十字架嘅。咁咧就被升上天，因為釘十字架嗰係另一個人升咗上天喎。咁最尾喺末世嗰陣時候咧，耶穌咧就係根據呢一個嘅古蘭經以外嘅聖訓啦，就耶穌會翻落嚟地面，即係耶穌而家都未死嘅。咁樣咧就翻嚟地面整治，就實施呢一個回教嘅教，即係伊斯蘭教義，並且喺地上高再活多40年。然後就埋葬於呢一個穆罕默德側邊。咁而穆罕默德同佢都係先知，咁所以啲人成日以為，唉，咁如果你認為摩門教係異端，你認為耶和華見證人係異端，佢都係唔信神係耶穌係神嘅兒子，耶穌係神啊嘛。咁點解伊斯蘭教唔係異端呢？如果係異端，其實大家點解要為一啲即係信仰或者係即係問題，大家互相喺度即係猜忌攻打？首先，今次唔一定係宗教問題，但係我自己就覺得生靈塗炭呢係可惜嘅。其實如果你問我呢一個，如果你即係殺咗千零人，即係呢個哈馬斯呢個當然恐怖組織啦，唔應該噶。殺咗人，擄劫咗200幾人，咁啊最尾生存嘅唔多。但係你喺加沙殺咗差唔多5萬人，咁係咪成正比咧？咁當然打仗就冇話成正比嘅，只不過我覺得唔合理。第二樣嘢就係、伊朗咧，佢應承唔搞核武，但係傾唔掂數之後咧，佢又喺度咧就製造鈾元素，咁啊差唔多，本來就話5%最多，佢提煉就唔可能，只係能夠發電，不能夠製造核武。而家已經去到60-70%，如果去到90%就已經即係個鈾元素個純度咯，就可以去到核武啦。咁以色列就話要先發制人，就越過其實都幾遠嘅，成1000公里啊。咁啊就咁，如果搭大陸嘅高鐵，咁每小時行300幾公里，係咪行3個鐘頭到咧？但係搭飛機喎，咁樣揸戰機啦，F-16I 啊等等啦，隱形戰機35I啊嗰啲，咁但係互相死亡嘅人都好多。咁琴晚就好得意喎，就有一個伊朗嘅護士就嚟我屋企，咁咧就照顧我啦。每日早晚都有護士嘅，感謝主同埋感謝呢度加拿大嘅安排。咁我同佢傾開，佢屋企人咧喺德黑蘭都要避難，幸好未有事住。咁我覺得當然呢個哈維內伊唔係一個好人啦，即係一個操弄政治嘅人。咁我就覺得互相喺度攻伐，如果係為咗宗教原因，係咪即係好傻咧？但係如果為咗核武嘅原因，係咪一定要用呢個方式咧？即係我好反對一樣嘢，就係你一方面 A 同一時間咧，你就喺度即係 entrap 人，即係話你喺度同人傾緊。用透過亞曼咁啊，然之後咧喺羅馬又開會，喺唔同地方又開會去傾，同美國傾點樣安排個核協議。同一時間內塔尼亞胡咧，佢就喺度攻伐呢一個超越1000里攻伐呢一個伊朗啊！我覺得成件事係你話一個策略又得。兵不厭詐，但係喺現代嚟講，你話我左膠都係噶，我覺得好唔道德嘅。所以我覺得伊朗政府都迫害好多人，亦都係邪惡軸心。咁所以
見到呢啲生靈塗炭嘅畫面呢，雖然我盲啫，都聽到啦。喺我身邊有伊朗朋友，亦都自己住喺猶太人嘅大廈，我心裏邊覺得好難受。究竟呢個世間發生咩事？好多時候會問，信仰究竟喺咁多年來俾人操弄咗之後，佢係幫到人多啲啊，定係殺人多啲咧？我相信係後者嘅。所以你話講法律、國際條約、聯合國框架、WTO 框架、世衛框架多餘。當你講到政治嘅時候，什麼法律都不在參與當中。當政權變更嘅時候，以前所有嘅法律只係一張廢紙。2047年香港嘅法律都可能係廢紙，因為並一定唔用普通法都得。所以我琴日問咗個問題，我問佢哋，我話喂，點解唔攻甩打 China 啫？我話 China 仲應該要被打嘅。咁嗰個巴基斯坦朋友同我講，佢話其實都係有好多平民會死傷。佢話叫我諗一諗，你屋企人係咪喺 China？如果香港係屬於中國一部分嘅，咁應該係啦。不過有陣時唔知點解商經局又話 Hong Kong is not China，咁我又唔知點解。第二就係我有啲親戚亦都喺大陸，係咪大陸個個都係一見到佢喺大陸人就覺得佢係壞人呢？其實又唔可以咁武斷，所以我亦都唔可以武斷地覺得共產黨係衰。事實上，共產黨係不能挽救噶啦。你睇下習近平做埋嗰啲嘢，佢個樣冇啊特朗普咁兇狠噶，亦都冇內塔尼亞胡咁兇狠。但係呢啲就叫做扮豬食老虎，佢又唔係大智若愚喎，因為佢係愚啊，愚笨啦，但係佢冇大智，即係佢冇智慧嘅，所以受傷嘅都係平民。呢、一個阿瑪尼呢首歌啊，佢咪話到戰爭最後傷痛係兒童嘅，啱啊，真係兒童。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令我重新反省法律與秩序。呢個唔係講緊一套戲啊，唔係 Law and Order，係講緊法律同個秩序係唔係有法律就有秩序呢？即係正如林定國話，而家有咗法律啦，香港就有法治、有秩序，係咪咁呢？其實你政治一干預，所有法律只係虛談。你信仰如果唔遵行，真係去行出嚟嘅話咧，我哋嘅信仰亦都唔能夠即係幫到啲乜。先唔好敵視其他信仰嘅人先啦。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太無知，根本連人哋信緊啲乜都唔知。你覺得啊，回教係抵死嘅？回教話死咗之後咧，有12個處女侍服你嘅。有冇睇過個出處咧？所以我哋讀法律就成日講出處，不過呢啲喺而家呢個時候都覺得嘥氣嘅。好啦，最後咧就。我純粹想表達自己一啲嘅情緒感情，咁最後就多謝各位支持啦，希望大家 subscribe 我 Patreon 啦，咁因為呢個都對我嚟講都幾緊要嘅，咁我學費就交晒噶啦，上次寫錯字對唔住，唔好意思，咁而家咧就希望今次就大家都支持下，咁同埋就而家。8月咧就希望可以申請豁免啦，11月
即係佢唔使實習啦。咁然之後11月就考大律師同埋律師試都成功，咁就多謝你哋，大家可以繼續祝福我啦。如果有可以嘅都用信仰支持禱告啦，咁或者其他嘅方法去即係希望都順順利利啦，身體好啦，咁就希望大家都身體好平安啦。生活在一個冇戰亂嘅地方咧，永遠唔能夠有同樣嘅同理心去感受在戰亂地方嘅人嘅感覺嘅。希望大家都有呢種嘅同理心，拋開自己固有嘅信仰、信念、固有嘅睇法、固有嘅執着，就多啲理解人。好左交係嘛？係啊，好左交，唔好意思。咁啊，多謝各位嘅支持。